父亲，您身体抱恙，还有什么人值得让您强撑病体？也要亲自相见呀。祖父，不如还是回医馆吧，让那人到医馆学您，可好？不必了，他来了。你们都退下。师尊，弟子林霸周拜见师尊。霸周，70年弹指而过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岁月不饶人呐，师尊您却风采依旧，恍如昨日啊！不知师尊如今是何身份存世？一介私塾先生啊。你大限将至，有何事相求，尽管开口。弟子斗胆，恳请师尊念在你我数十年师徒情分上，待我走后，护我林家3年周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3年之期，一日不多，一日不少。时辰一到，我便离开。从此，我与林家再无任何瓜葛。这3年，你希望我以什么身份留在林家？弟子早有安排。你们进来吧。淑仪，到祖父身边来。祖父，这位是陆恒，他日后便是你的夫君。祖父，你糊涂了吗？这人是谁我都不认识，更何况我已经有心仪的人了。父亲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你亲孙女儿啊！是啊，婚姻大事岂能如此草率？这个年轻人是谁？从哪来的呀？他是一位私塾先生，与你甚是相配啊，淑仪。我已立下遗命，如果你们不遵循，林家产业分文没有。淑仪啊，你若不允，祖父都死不瞑目啊！嫁，我们答应你。淑仪啊，祖父这么做定然有他的道理，你就……这是你祖父最后的心愿，你就认了吧。唯有此法，才能让师尊在林家多留些时日啊！父亲，我们答应了。祖父，孙女答应你。我将淑仪托付给你，我就能安心的去了。爹，父亲，祖父，就是这儿，林家新开了铺子，兄弟们，给我砸！里面值钱的一个也别放过！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！你他娘的谁啊？敢挡老子财路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姑爷，小姐请您务必在半炷香之内赶到酒楼见她。半炷香，50里路，去备马车。小姐特意交代了，
让您自己想办法。淑仪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我看你那废物赘婿是不会来了。就是这3更半夜的，你以为他就因为你这一句话，他就屁颠屁颠的跑过来了？放心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他要是能在这半炷香之内赶到，这桌酒菜全都算在我的账上啊！他要是没来，那可就要林小姐做东了哟。我赢定了。淑仪，他终究是你夫君，你这样会不会不妥啊？有何不妥？祖父离世这3年，我跟他提过多少次和离，他肯吗？既然他胡搅蛮缠，那我就把他当成我养的一条狗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就是能给淑仪你当狗，那可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一个窝囊废物能入赘我们大夏4大贵族之一的林家，他就该感恩戴德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心上人顾城再有5日就要返回上京了，开不开心？你别胡说，我已经成亲了。得了吧，淑仪，跟我们你还装什么呀？趁早和那废物赘婿和离，顾城才是你的良配。哎呦，这香马上就要燃尽了，这也没有人来呀。林小姐，你输喽。淑仪，淑仪，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赢了。林小姐，你这是怎么训的呀？这可比狗还听话呀！淑仪，还是你有手段，佩服，真是佩服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让你来给大家助助兴，跟我们消遣一下罢了。消遣？淑仪与我们打赌，说只要他一句话，哪怕你在天涯海角，也会像条听话的狗一样跑过来。瞧瞧，多准时啊！既没有车马，那你是怎么赶来的？难道飞过来了不成啊？说不定还真是飞来的呢。哎呦！所以你把我喊过来，就是拿我当猴耍吗？是又怎样？不高兴？你现在就可以滚出林府，从我眼前消失，我绝不拦你。我还可以给你一笔银两，让你下半辈子不用再以教书讨生活，还可以衣食无忧。陆赘婿，林小姐问你话呢，哑巴了，回话呀！陆恒，你个废物！我劝你识相点，早点跟淑仪和离，别挡着淑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弟子斗胆，恳请师尊念在你我数十年师徒情分上，待我走后，护我林家3年周全。林淑仪，若非我对霸昭有承诺在先，岂容你如此折辱？罢了，还有3天，只剩3天，期满之后，你林家是生是灭，与我陆恒再无半点关系。时候不早了，明日我还有事，我送你回去。这磨蹭半天，我以为还有什么能耐呢，结果就这。哎呦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当赘婿啊，就该这样，这就是所谓的忍辱负重，懂吗？不然那3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这若是换做我，还真是不行。还得是你呀，小弟真是佩服你呀，陆赘婿啊！不用你送，我自己回府。真是个废物，丢人现眼！哼！哎，淑仪，等等我呀！等等我！陆公子，淑仪她本性良善，你多多担待，她并非有意折辱于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
并非有意折辱，不过最后几日罢了。哎呀，这林家又是打死也不能碰了。是啊，老大，那根本就不是人，是鬼是神啊！他刚刚看我们的眼神，吓得我腿都软了。幸好他没有起杀心。他太可怕了！我就说，这林霸州都已经死3年了，林家也看着后继无人，怎么反而越来越旺？原来是有这种高人坐镇。这上京城啊，咱们混不下去了。走，赶紧走，连夜出城。走。陆恒呢？怎么还不回来做饭？是要饿死我们吗？你个废物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们一大家子都在等着你做饭，你倒好，在外面逍遥快活。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要不日后做饭的事就交给下人，不用非要等我回来。哟，我说一句，你有10句话等着，怎么让你做个饭委屈你了？谁让你手艺好呢？爹娘的胃口都被你养刁了，现在下人们做的饭我们吃不习惯。倘若有一天我不再回来了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是嫌伺候我们累了？不是。那还啰嗦什么？还不快滚去做饭！好。哼，女儿，还是你有办法。陆恒在你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喘。要不是老爷子有遗命，我们会留他在林府白吃白喝3年，让他干点活，那是瞧得起他。淑仪，明日去顾府签订文契，你可有把握？把握不大，我们林家相较于大夏其他3大贵族，没有太大优势。不过我会尽力争取的，一定要拿下。那文契对林府至关重要。你看这府中，你爹终日不管府中事务，那陆恒又是个废物，咱们全府上下可就都靠你了。母亲，我已知晓，放宽心吧。要是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去找顾城，顾府老爷是他的伯父，你若开口，这事定然能成。哎，对，你与顾城青梅竹马，他和我们就像一家人，千万不要跟他见外。淑仪，明日去顾府签订文契，你可有把握？你可是担心明天的事？嫌我吵着你了，那就滚去书房睡。你不必担心，明日之事必定成功。你懂什么？你以为签文契和交书识字一样简单吗？这可是商场博弈，关乎林家生死存亡的关键。要是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去找顾城，顾府老爷是他的伯父。小姐，顾公子已在府门外等候多时，说是一定要见您一面。林小姐，许久未见，给您带了些糕点。顾公子，你不是还有5日才回上京吗？那是我放出的假消息，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。这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见你。林小姐，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。顾公子见谅，妾身已为人妇。那个陆恒算什么东西？他就是你养的一条狗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只要你愿意和离，我便8抬大轿迎你进门。顾公子，你能回来我十分欢喜，可你突然这样说，我不知该如何回复。我知道，我不逼你。这次回京我会常住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。这次过来看你，就是为了
看你过得好不好。见你安好，我便放心了。早些回府吧。顾公子，明日我就要与顾伯父商谈城东的交易，你可否替妾身美言几句？当然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从未找过我帮忙，这次我定然帮你。多谢顾公子了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夜深路重，快些回府休息吧。这么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见你最近忧思过甚，特意熬了安神汤，喝了它，早些休息吧。你就不问问我去干什么了吗？我问了，你就会告诉我吗？陆恒，这3年，你对我嘘寒问暖，从无怨言。但别说3年，就是30年，我林淑仪也绝对不会对一个私塾先生动心。我们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我明白。慢着，你以为你这样处处忍让，就会让我觉得亏欠你吗？从未。顾城给您请安了。这么晚来，是有何事啊？伯父，关于顾府城东那桩事务，侄儿有位好友。住口！此事不是你该过问的。伯父，这是为何？那位对我顾家有再造之恩的高人，已经看上了这笔生意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在马车上等我。好。林小姐可算来了，老爷等候多时了，快请。林小姐请。顾老爷。林小姐，快请坐。顾老爷，城东事务，我林家虽不是大夏最有实力的，但请您放心，此事我必定亲力亲为，竭力办好。恳请您给我林家一个机会。林小姐不必过谦，此桩生意非你林家莫属。这是契约文书，请过目。这当真合适吗？顾老爷，要不要小女再与您仔细协商一番？不必了，既然那位高人都开口了，顾某信得过你林家。那位是？那位自然是与林小姐关系亲密之人。顾公子，明日我要与伯父商谈城东的交易，你可否替妾身美言几句？当然了，林小姐，这么多年来你从未找过我帮忙，这一次我定会尽力。多谢顾老爷，小女定不负顾老爷所托。请签字吧。林小姐，签字。甚好，愿我们合作顺利。定不负顾老爷厚望。慢走。师祖，老爷托小的回话，您吩咐的事儿都办妥了。好，改日我会来府上一叙。当真？我家家主知道，定会十分开心。顾家随时恭迎师祖大驾光临。顾公子，你是在这里特意等我的吗？关于昨晚林小姐托付给我的事儿啊，
多谢顾公子相助，这份文契我已经拿到了，你就是我林家的大恩人。伯父不是说这桩事务已经被别人看上了吗？难道伯父口是心非，还是在暗中帮我呢？举手之劳，只要林小姐开心就好。还没用膳吧？我请你小酌一杯，还望林小姐赏脸。你帮了我大忙，应该我请顾公子才是。好，我知道一处酒楼，菜品尚可，请。顾公子，妾身好像有些醉了。是吗？我看你状态尚好啊。回想起当年我们俩在书院读书的时候，众人都说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只可惜碍于家族之命，我前往边塞3年，不然说不定你我早已成亲了。来，喝。来吧。顾公子，3年时光足以物是人非。我在马车上等了你5个时辰，这才知道你在这里。我不过是和顾公子一同用餐，你先回府吧。你饮酒了？你烦不烦？滚！你就是陆恒吧？我是顾城，应该听过我的名号吧？我知道你，自幼便与淑仪相识。没错，正是我。之前我不在上京，日后林小姐将由我来守护。我劝你识相点，主动与她和离。我不过是和顾公子一起吃饭，今日能签订契约文书，多亏了顾公子。稍后我会自行回府，你先回去吧。对不起，林小姐，我就是太恨他了，恨他占据你3年的时光。刚才是我太冲动了，但我对你的心意全是真的。我已知晓，没关系，今日就这样吧。这样，为了我们3年没见，今日再次相聚，我们再饮一杯，最后一杯。林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喝多了。我扶你去软榻上休息片刻。淑仪，我喜欢你。顾公子，请自重，妾身已为人妇。对不起，淑仪，淑仪，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对你的情谊。顾公子，不要这样，放开我！淑仪，你就从了我吧，与陆航和离，到时候我们俩联姻，整个大夏都在我们掌控之中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这样！何人放肆？放开我！陆航居然会为了我动武！你个狗东西，好大胆子！陆航，快放手！快放手！快放手啊！快放手！陆航，你个废物！你竟敢如此对我，你完了！陆航，快给顾公子赔罪，给他道歉！快给顾公子赔罪，给他道歉！你竟然让我向他赔罪！不错，给他道歉。他刚才都道歉。抱歉，陆航，虽然你刚才对我无礼，但看在林小姐的面子上，我就原谅你。林小姐，是我不对，刚才只是饮酒过量，一时糊涂，还好没有酿成大错。你该不会怪罪于我吧？这事就这样算了，我先回府了。哎，林小姐，那我日后再来寻你啊。淑仪，城东的事务谈成了吗？
看女儿的神色，怕是难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呀？我们林家太需要这次结盟了。契约文书已签，不日便可动工。不日便可动工，所有的事情都谈妥了，还是我女儿厉害。这也太快了吧！正常情况下，不是要经过数次协商的吗？这次多亏了顾公子帮忙。原来是顾公子，果然是旧相识可靠，不像是某些人只会在府里吃白饭。我去准备饭菜了。陆恒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欺负了？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昨日你替我出气，我却让你给顾城道歉。你能这般隐忍，我心中十分感激。感激？是因为我放过他了吗？陆恒，我们林家能与顾府结盟，全靠顾公子美言。这件事对林家而言恩情重大，所以你能理解吧？这么说来，你认为能和顾家达成联盟，都是因为他出面吗？不然还能是谁？他不过刚回上京，在顾家也只是一名普通弟子，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。你凭什么认为他能左右顾家的决定？可他毕竟是顾家人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可以是任何人，但绝不可能是他。陆恒，你没有必要嫉妒他。你我已然成婚，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但有这层关系在，我也断然不会做出出格的事。实话告诉你，他还不配让我嫉妒。我只是希望你能擦亮双眼，学会明辨是非，学会独立思考，看清事实的本相。你，林家需要的是一位真正有能力的掌权者。你祖父已经过世了3年，林家是他毕生的心血，可是你3年来没有丝毫长进，我当真为林家的未来感到堪忧啊！陆恒，你莫不是都失心疯了吧？你不过是个私塾先生，你是不是把我当你的学生，在这跟我说教呢？忠言逆耳，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。陈述事实？我只知道祖父离世这3年，林家井然有序，日益精进，府中大小事务哪件不是我亲力亲为？林家在我的打理下蒸蒸日上，你却说我毫无长进。陆恒，你不过是个攀附林家的窝囊废物罢了。伤害陈府，你懂几分？竟敢在这教训起我来了，莫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怪我，知错就好。今日的事我已经给足你颜面，给台阶就下才是明智的选择，得寸进尺只会让我愈发厌恶你。我说的怪我，是指我把你保护得太过周全，让你始终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，愚不可及，不可理喻。我肆意妄为，不可理喻？你要这样认为，我也不否认，毕竟我对你确实这样。但你说将我保护得很好，你所谓的保护，就是每日对我端茶递水、烹食熬药，就是护我周全吗？3年之期，明日就是最后一日，有些事情也该对他说明了。好，那我便如实告诉你，这3年，若不是我在暗中保护林家，林家早就覆灭了。你眼中的风调雨顺、家业兴旺，不过是我在背后替你铺路搭桥，替你处理一切。哼，陆恒，你是被今日事气疯了吧？林家美女早已倾覆，你这是一派胡言。哼，不是如此吵闹，陆恒，你竟敢与淑仪起争执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陆恒，你赶紧向淑仪赔罪，否则我将你赶出林府。哪怕是赔罪，也要将你赶出林府。我林府岂容一个废物赘婿在这里颐指气使？算了，陆恒不过是耍些小性子，偶尔这样我还能接受。他竟敢与你耍性子，不如与他和离。我知道这是你爹的遗愿，可是已经满3年了，爹的在天之灵也该瞑目了。是啊，为父也赞成你们2个和离。陆恒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现在跟我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这样你还可以继续待在林府。又要我道歉吗？自然，你不愿意是吗？
哼，好你个陆恒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淑仪，你就是心肠太弱了，跟这种废物还讲什么情分？陆恒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要自断退路。若我偏不认错，你能拿我怎样？你明明知道，又何必废话？此事，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。那我就与你和离，你永远滚出林府。好，那就和离。你再说一遍。官府已经休息了，明日一大早我们就去和离。先吃饭吧。我没听错吧？陆恒愿意和离，那多好啊！只要明日一和离，和离之后，女儿就恢复自由身了。我和你母亲都支持你离。只怕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陆恒在林府3年，就像个狗皮膏药一样，况且他又这么疼爱淑仪，今日他这是抽的什么风？你的意思是，他是故意这样做给我们看的？哎，管他呢！只要明日一和离，女儿就恢复自由，多好啊！只怕到了明日，他又后悔，别高兴太早。这倒是很有可能啊。哼，就算他这次主动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会轻易原谅他。哎呀，我这肚子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们先用膳吧？哎，快！淑仪，先用膳。这鸡腿真香，色香味俱全，不比星远斋的差。你们快吃啊，再不吃凉啊！我也吃饱了。你瞧，一言不发，还不是乖乖的洗碗去了？你看他一个人像一只落水狗一样，总感觉好像我们联合起来欺负他一样。嘿，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淑仪啊，要是明日他跪下来给你道歉，你就再可怜可怜他。就算是他跪下来跟我道歉，我也得考虑考虑。我给你热了洗脚水，里面还放了草药，这样你泡了之后，下个月来月时就不会这么疼了。这就来讨好我了，看来他也不想和离啊。端走，我不想洗。好。站住！怎么了？我又想洗了。你还不肯认错吗？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要是现在认错的话，
我就当昨天的事情没有发生。早点睡吧。死要面子，我看你明日要怎么办。八周，你求我护你林家3年，这3年我也算尽心尽责。如今3年之期已到，我也该走了。八周，你我因果到此终结。我走了。你们看，这一清早就做好了早餐，这哪里是想要和离的样子啊？淑仪，我看要不就算了，给他个台阶下。毕竟这么些年呀，我们吃他做的菜都已经习惯了。我原谅你了。原谅？听不懂吗？我说我不追究你昨天说的胡话了。原来如此。吃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就带上婚书去官府和离吧。什么？陆恒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你个陆恒，你真把自己当角儿了？淑仪都已经大发慈悲原谅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要我们林府上上下下都给你跪下不成？陆恒，耍性子也要有个度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换好衣服，我在马车上等你。你什么态度？你想干什么？淑仪，和离，必须跟他和离，去拿婚书。和离也好，和离之后，你就可以和顾家公子再续前缘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把戏。到了。陆恒，你到底耍什么性子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回府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快下来吧。哼！你到时候别跪着求我原谅。你们2人当真都考虑好了？还请知府快些办理。那你们的财产情况、分割协议的公证都处理好了吗？这是车契，物归原主。才发现这3年，陆恒在林府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唯一一架马车，还是专门用来接送我的。不用做公证，我自愿弃产而去。好，那本官就为你们起草和离文书。和离文书已经写好了。感谢知府大人。陆恒，你欲擒故纵是吧？我不吃你这一套。
好你个陆恒，连何立文书都不要了吗？哎，回来了，淑仪。人呢？真的和离了？他有没有胡搅蛮缠？有没有跪下来哭着求你原谅？没有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淑仪，你自由了。当初要不是老爷子的遗愿啊，你也不会浪费这3年的时光。是，为父啊，这就去给你安排一次宴会。今儿个咱们吃点好的，好好庆祝庆祝。算了，父亲，我想歇歇，一会儿还要去看铺子呢，毕竟才签下城东的事务啊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对，城东的事务要紧，还不是怪你父亲没有本事，才会让我的宝贝女儿如此的辛苦。何出此言呢，夫人？那为父能够教育出这么优秀的女儿，那是为父的本事。淑仪啊，你就好好歇息。老爷，我怎么觉得淑仪有点不高兴啊？是不是因为陆恒啊？嗨，正常。那陆恒啊，就像府里养的狗一样，那狗死了也会伤心的。淑仪啊，就是太心软了。有道理，这陆恒虽然是个废物，但这3年，他把淑仪的饮食起居照顾得还真是不错。哎，习惯就好。这淑仪啊，也不是真心的喜欢陆恒，她不会伤心难过的。顶天啊，就是有些不适应，过些时日就好了。顾府的那个顾城，他不是一直心仪淑仪吗？对，我呀，这就吩咐下人告知顾府，通知顾城，这是好事儿啊，让他们2个自行商议一下，我们呀就不掺和了。对，王管家，快过来。陆恒，林府，竟全是你的痕迹。哼，你是想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挽回我吗？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你最好一辈子别出现在我面前。小姐，
白小姐，请您去酒楼一叙。嗯。恭喜淑仪摆脱陆恒那个废物，贺礼快乐啊！淑仪，林小姐，许久未见，这是你最喜爱的花缸。林小姐，怎么样？这是顾城为了庆祝你和离，专门包楼设宴啊！嘿嘿。顾城，这林小姐怎么不理你啊？据我所知，她应该是心仪于你的。或许是之前发生了误会，她对我有些脾气罢了。唉，这林小姐都和离了，你还让她产生误会？放宽心，林小姐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慢慢来。雪柔呢？怎么不见她？跟我们一起。唉，她还在闺房里面背诗经呢，说是她父亲要考她。不管了，我们几个先玩起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祝淑仪脱离苦海，今后每天快快乐乐。嘿，来，好。今天是我们淑仪和离的大喜日子，让我们有请淑仪给我们说几句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好好好好。这是让我陈词表谢吗？你们是要我陈词表谢吗？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就是给我们说说和离感受就可以了。哎，是啊，我们都很想知道你的感受。我们知晓这3年你一点都不快乐，但今天终于摆脱陆恒那个废物了。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？随便说几句吧。来来来，来嘛。说真的，这3年我从未真正的开心过。毕竟和不相爱的人成亲，我也无数次幻想过，和离后我应该很快乐吧。是啊，果然很快乐吧。可是现在已经和离了几10个时辰了，我没有一点快乐的感觉，一丝都没有。不是吧，淑仪，你不会后悔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后悔？和离就是我想要的，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快乐的感觉。哎呀，这很正常。陆恒那个废物，这3年把你服侍的这么好，现在和离了，身边少了只摇尾乞怜的狗，一时不适应很正常，没事。哎，你们说陆恒那废物现在干嘛呢？啊，能干嘛呀？肯定呀，在某个角落，像个落水狗一样，哭得肝肠寸断的。对。哦，淑仪，你最好在你府门口多安排几个下人保护你，省得他再去纠缠你。哎，不然我们玩个游戏怎么样？什么游戏？你现在叫仆人让他过来，看看他反应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个好，淑仪，你快去把陆恒喊过来。不过这个地方比较远，我们可以给他2炷香的时间，怎么样？可以。算了，我已经与他和离了，现在让他过来，我怕他误以为我已经原谅他了。怕什么误会啊？你现在让下人去找他，给他传信，那可是给他天大的恩赐，他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再说了，之前我们不也总是这样逗他玩吗？他每次都准时到呢。你们还玩这种游戏呢？那输赢怎么惩罚呀？就是谁输了谁做东，不过一般都是林小姐赢。陆恒那狗东西每次都能准时到，随叫随到，这么厉害？那当然了，不然那种废物怎么能在淑仪身边待3年？对呀。算了吧，这地方太过偏远，2炷香怎么可能到呢？今日我做东。不要嘛，淑仪，你要相信陆恒那条狗，听到你的声音就摇着尾巴跑过来了。那这样，今日我们换个游戏，我赌那废物2炷香的时间内必到。这个好，嘿。淑仪，你就让下人给他传个信，
陆恒那废物2炷香内肯定到，他要是不到，就算我们输。哎呦，舒姨，不要扫大家的兴嘛！今日大家都是为你而来的。舒姨，好吧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所有地方都找不到姑爷。啊？怎么可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陆恒呢？一般来说，找不到人的话，应该是他不想见你。陆恒那个废物，居然敢躲着林小姐，他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就是啊，怎么会找不到人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。可是他怎么会提前知晓舒姨会找人寻他呢？赌呗。陆恒那条狗心里还是渴望被林小姐惦记，林小姐寻不到他，那林小姐便会心急，他在林小姐心中的地位那就不上升了吗？原来如此，这小子心机这么深。舒姨，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，不然就着了他的道了。他这个废物还不配让我胡思乱想，只是不知他是怎么想的。敏敏，要不你让你家仆人也去找一下他，就说如果他2个时辰能赶到的话，我就可以原谅他。舒姨，什么叫原谅他呀？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！哎，管这么多干嘛？就是逗条狗玩玩。嘿嘿嘿。来人，告诉府上所有下人都去找他。是。姑爷、小姐，我们找遍上京都没有找到陆恒。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陆恒呢？要是如此说来，他不是躲着舒姨，他是离开了上京。陆恒这个废物，这做的也太过分了。还是说，他受不了打击，要自行了断？陆恒这个狗东西，不至于这么废物吧？哎呀，怎么不至于？他这么爱舒姨，舒姨一下就与他和离了，他一时受不了，想自行了断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么说来，也不是不可能啊，这是……我自愿弃茶而去。舒姨，舒姨，你没事吧？舒姨，先喝口茶冷静一下。我觉得胸口晕。都怪你，好端端的非玩什么游戏啊？现在你开心了吧？你刚才不是也吵着要玩的吗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让舒姨缓缓。敏敏，你说他会不会自寻短见啊？舒姨，你管这个废物干什么呀？你自己身体都管不了，别管了。万一呢？我们都成亲了3年，你们谁能帮我寻一下他呀？帮我寻一下他好不好？我跟他也不是很了解，你告诉我们他家在何处，我这就派人看看他是死是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知道是你在寻他的啊。我不知道他家在哪。啊？你不知道他家在何处？你没去过他家吗？什么？舒姨，你们成亲3年，你连他家都没去过？那荒郊野岭，林小姐去那儿干嘛？是啊，就连我在边塞都知道，他俩只是名义上的夫妻。那舒姨，你知不知道他父母的住所，或者是亲戚朋友的？别说亲戚朋友，就连他父母我都没有见过。
你们成亲3年，一个他认识的人都没见过，不是吧？那陆恒不是个私塾先生吗？他在哪个私塾授课？我不知道。那肯定寻不到他了。他3年以来一直在林府打理着林府一切事务，照顾我的衣食住行、饮食起居，细致入微。而我居然对他圈层社交从未了解。那他在你身边3年，到底有什么企图啊？那肯定是图林小姐身子嘛。哎呀，可是他从未碰过淑仪，整个上京都知道，这也太有耐心了吧？对啊，那就是图林府的钱财。哎，是啊，淑仪，你们俩和离，你应该给了他一大笔银子吧？我没有给过他1分钱。啊？没有拿走1文钱，金银珠宝、黄金首饰都没有带走。没有，他没有拿走1文钱。他走的时候只拿走了他的衣衫，还是他自己买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哎，来。不行，我要去寻他。陆恒，你在哪里？你去哪儿了？你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我记得他在这里垂钓过。陆恒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在哪儿？你出来给我说清楚！雪柔，马上就是你的生辰了，生辰礼送你。我们只是同门，这不太好吧？收下，倘若不喜欢扔掉便是。我不需要，请你拿走。诸位学子，现在是授课之时，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你谁啊？在这发号施令呢？张夫子今日休假，我代替张夫子来给大家授课。陆恒不是淑仪的夫君吗？原来他真的是教书先生。你这暂代授课的敢这么同我说话？你要笑死谁呀？就是。有什么是值得你笑的？你这年纪不过与我们一般的，你怎么传道授业？就是，这也太违背常理了。我看上去年轻与否，都改变不了我是你们夫子的事实。现在给我回到座位上。就你这年纪，你腹中墨水恐怕还没我们这些学子多吧？你怎么教我们呀？我既然能站在这里，就代表我自然有资格教你们。这陆恒平日在淑仪面前都很懦弱的，没想到居然还有如此强势的一面，完全判若两人。哼，好，既然陆夫子如此笃定，那你敢不敢应我的挑战？什么挑战？我出3道关于史书的问题，只要你能回答上来，我就毕恭毕敬地坐下，并称你一声陆夫子。当然可以，请。慢着，你要是回答不上来，又当如何？你想如何？这样，你要是回答不上来，就跪下来学狗叫，并向我们所有学子道歉。刘公子，陆夫子是书院请来的夫子，这下跪学狗叫什么，也太不尊师重道了吧？雪柔，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私事，与你无关。陆夫子，你不需要接受他的挑战。无妨，这也是一次学习和交流的机会。你的挑战我应下了，请出题。
好，有魄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听好。这第一题，请说出我大夏规格最高的宫殿房梁上的无脊石兽中的石兽是哪10种神兽？这问题有意思。这也太难了吧？啊，难？这不就是最普通的问题吗？陆夫子，请回答吧。诸位学子听好，10神兽的排列顺序分别为龙、凤、狮子、天马、海马、薛尼、侠鱼、谢豸、斗牛、螳螂。我可有说错？有点东西出来了，不可思议。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这第2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请。第2题，请背下《道德经》。这分明就是刁难夫子。这背诵哪算是史学内容？连《道德经》都不会，算什么夫子？就是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好厉害啊！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厉害！第3题，你是想让我背诵《洛神赋》还是《滕王阁序》？都可以。这第3题，请说出我大航海时代重要事件，最少说出3件。大航海时代，这已经超过了大夏的认知了吧？这哪能算史学内容啊？为何不算？难道超过大家认知的史学问题就不是史学问题了吗？哼，陆夫子，请尽快回答我的问题吧。始皇时期，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出海，最终成功抵达倭国。唐朝时期，高僧鉴真经过6次尝试，最后成功东渡。明成祖时期，郑和率领众多船只，经过数个地区与国家，最终成功抵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。还有我们大夏海上贸易的重要标志——海上丝绸之路。哎呀，厉害！啊！居然都是大夏的史学知识，这不可能！我们大夏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次航海记录？你让我说了3件，我说了4件，还送了你1件，够了吗？够了。那就请你坐下，好好听我授课。是，夫子。之前每次与他相见，他都是默默地跟在淑仪后面，从未想过他知识居然这么渊博。哎，雪柔，这夫子长得好生俊俏啊！好像是挺玉树临风的。各位学子，今日的授课到此结束，后面没有其他课程了，大家可以自行安排。是夫子。雪柔，今日课业结束了，可以和我一起去游赏吗？雪柔，啊，不了，我今日还有他事。好吧。陆夫子，你找为师何事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当真？之前见过这么多次。我，淑仪的闺中好友，沈雪柔。记得。你找我有何事？你这是何意？对我如此冷淡，即便你与淑仪已经和离，也没有必要对我这么不近人情吧？所以，你有何事找我？要是没事，我先告退。可恶！气得我腹部疼痛。
了。你还好吧？把手给我。你拉我手干什么？是不是想趁机非礼我？我给你把脉。把脉？你还通晓医术？略知一二。你是否觉得下腹特别胀痛，都要痛到无法说话了？你怎么知晓的？你这是石林之症，就是俗称的尿结石。石林之症？那你快带我去医馆，找大夫给我救治。此症普通的医馆根本无法治疗，那些医馆无法帮你做碎石治疗。那你帮我告知神府，我现在就要求见太医。我现在去神府，让神府的下人通知太医，等到太医再过来，整整要3炷香的时间，你撑得住吗？3炷香的时辰，那我今日就痛死在这里了。我可以帮你碎石，但需要你配合我。你会碎石？可有行医准许？碎与不碎，悉听尊便。我碎。那你把衣裳解开。是有违德理吧？那我现在就去神府找你父亲。不用，我做。感觉好点了吗？肚子真的不疼了。陆浩，你好厉害，你真的懂医术啊。那就好，回去之后要记得多饮水，减少自己肾里的结晶，也可以防止石林之症再次复发。好，我一定谨遵师命。没事了，我就先走了。陆航，你站住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住在何处，我好日后寻你？不必。我一个女子主动问你住处，居然不领情。就算你和舒怡已经和离了，你也没有必要如此的绝情，对我这么不近人情吧？抱歉，我就是这么不近人情。哎，陆航，你还想干嘛？后几日的史学课是不是你来授课啊？是。那后几日我做东，就当报答你，好吧？不必了。赏个脸呗。到时再说吧。陆航，你，陆航，整整7日了，你还没有出现，难道你真的要从我的世界消失吗？舒怡，这几日你都跑哪儿去了？林府都找不到你。我在忙城东的事务。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我没事。舒怡，真是抱歉，前些日子敏敏为你举办的宴会，我没有参加。没事，不去也罢，反正也特别无趣。
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日后的打算？我听闻顾公子回上京了，那你和顾公子两人……雪柔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了？我这可是关心我好朋友的终身大事。我如今对顾公子已经没有那么喜欢了，我与他已经毫无可能。舒怡，既然你心里都没有顾公子，为何还要与陆恒和离啊？我能理解你，虽然你嘴上说着和离，但是每次都心软放弃，从未闹到过和离这一步。可为何这次会闹到这种情况呢？陆恒，你快向顾公子赔罪，道歉。或许是他已经失去对我忍受的精力了吧。是陆恒主动提的和离，自然是我要和离的。舒怡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而错过一位还不错的伴侣。陆恒他人挺好的。他好人？他要是个好人，他会在林府白吃白喝3年吗？他要是个好人，他会知道我有心仪的人，还非要与我成亲。他要是个好人，会不肯求我一句话就离开。可他确实没做过僭越之事，不是吗？你的亲事是你祖父给你定下的，他有没有可能只是为了宽老人的心？他明明知道你心仪别人，但你怎么戏弄他、贬低他、捉弄他、辱骂他，他都从未离开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有苦衷呢？姑爷，小姐请您务必在半炷香之内赶到酒楼见他。舒怡，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赢了，那我就与你和离，你从此滚出林府。好，那就和离。好像确实如此，但我与他已经和离了。舒怡，陆恒当真在你心中一点分量都没有吗？我知晓这3年你们彼此都不了解，尤其是你对他，既然你们都和离了，不如就以平等的身份坐下来好好谈谈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好吗？但我不知道他的去向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他在哪里？他在上京书院当授课先生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每日都会去书院授课？也不是，只有当书院的夫子告假，他才会代为授课。不过他明日就会在书院授课。明日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明日他就会到上京书院了？没错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变得如此紧张？我只是有点胸闷。是有点疼。舒怡，我赶紧把你送回府中歇歇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伯父，城东事务处理如何了？已经交给林府负责了。怎么，你可有疑问？伯父，是这样的，我已经回京1月已久，能否让我去做与林府的对接之人？你小子可算长心了，知道替家族分忧了。行，与林府协商这个事务就交由你来办。多谢伯父提拔。伯父，您之前说我们顾府要来一位大人物，究竟是何人啊？我们顾府在京城也是数1数2的名门贵族，哪怕是朝堂也能搅动风云。这大人物究竟得多大呀？你见过龙吗？龙？难道是当今圣上？伯父，您快别开玩笑了。
那可是比当今圣上还要尊贵。他乃是真神龙化身，他已见证万年朝代更迭，大夏近1000年来的重要决策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。像这样的人，称之为神龙仙尊都不过分。见证万年，人能活这么久吗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不要因为你见识短浅，就否定神龙仙尊的存在。今日授课到此结束，诸位自行安排吧。陆恒，你等等。陆恒，我有个问题。在书院请教我夫子。抱歉，陆夫子，我有个问题，想你帮我解惑。请讲。就是这个，我刚刚没能听明白。啊，这个……所以呢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任雪柔，你不至于吧？刘公子，你干什么？你弄疼我了。我爱慕你那么久，你搭理都不搭理我。这陆恒和你刚认识没多久，怎么着，思春了？你胡言乱语什么呀？我怎么敢对陆夫子有非分之想？你还狡辩！你那思春的眼神我都看出来了。刘北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要干什么？别以为你是个夫子，懂点什么狗屁史学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向他道歉。道歉？凭什么？你的书是读到狗肚子里面了吗？听不懂人话。陆恒，你什么意思？敢和我叫板？你这个教书先生，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吧。陆夫子，要不算了，我没事就别管了。所以你还是不向他道歉？我不道歉，你能拿我如何？你松开！这么凶狠，如何是好啊？只要我还在这个书院，我就还是这里的夫子，我绝不允许你出言侮辱同门。走，跟我去国子监。陆夫子，刘公子的父亲可是正三品府尹，就算咱们把他带到国子监祭酒那儿，祭酒也无济于事啊。沈雪柔，你也管。我，好，夫子。祭酒，祭酒救我！刘公子，救我！你怎么了？还不松开！陆夫子，这是……等着瞧吧，这陆夫子肯定会被祭酒罢黜。真是不自量力。这位叫刘北风的学子用言语侮辱同门，我希望国子监可以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提案。一个小小的教书先生，还敢命令祭酒办事，算什么东西啊？刘北风，你这样讲真的是没有礼节。我就是这样，你奈我何？我是看清你的嘴脸了，我也不稀罕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了，我自然没必要装什么文雅书生了。口出狂言！你圣贤书读狗肚子里了！祭酒，住口！祭酒，家父是正三品府尹，你不给我父亲面子？你什么父亲？就算你祖宗来了也没用。上京书院讲究的是以德服人。今日你辱骂同门，我作为祭酒决定，让你当着书院所有学子罚跪1日。若敢再犯，直接处明。祭酒居然会这么向着我。另外，立马向沈小姐道歉。祭酒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让我向她道歉，还要当着所有同门跪罚1日。让你跪罚道歉是给你机会，倘若你不接受，我就直接将你从书院除名。祭酒，你这是不把我父亲放在眼里是吧？哼，
我现在就可以写文书上奏，参你父亲一本。我倒要让圣上看看你父亲教的好儿子是什么样子。舅舅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抱歉。我不用你。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吗？重新道歉。我道歉，沈雪柔小姐，我不该言语辱骂你，是我的问题。没事，我这次就原谅你了。倘若还有下次，我绝不姑息。明日写份签字忏悔书交给我。好。哼。沈小姐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，多谢祭酒主持公道。若刘北风敢私下找你麻烦，国子监第一个处理他。那你就先回府，我与陆夫子有话要讲。明白。此事还是挺感谢你的。为何祭酒对陆恒如此毕恭毕敬的？他真的只是一个教书先生吗？陆夫子，陆夫子，慢着！怎么了？你为何故意躲着我？我什么时候故意躲着你了？那我为何寻遍上京你常去的地方都找不到你？那些地方是我为了照顾你才去的。现在我们和离了，我干嘛还要去那些地方？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至于吗？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不必如此绝情吧？我绝情，又不是我提的和离。就算是我提的和离，可这3年我提过那么多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求着我？可为何偏偏这次你一句话不说就同意了？我这次顺应着你不好吗？不好，你就是在欲擒故纵，想提升你在我心里的位置。随便你怎么说吧。今日你来找我，有何贵干？陆恒，我都主动来寻你了，我都跟你低头了，你要耍心思到什么时候？你居然这样跟我说话。那我该用什么语气跟你说话？我饿了，你现在跟我一起去吃饭。这不符合宗法。这有什么不符合宗法的？哼！你干嘛？你这是何意？你以前都主动扶我上马的，这才过了多久，你就忘了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不要误把以前当作现在。就算我们以前是夫妻，现在和离了，但作为好友，你扶我上马怎么了？你自己没长腿吗？上不去吗？行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吃饭吧，我先告辞了。你站住！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胡闹？我胡闹？我承认，我之前对你确实不好，可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都低三下四的求你了，你还要耍性子到什么时候？所以，你承认是你之前无理取闹了？是有点蛮横无理。这次你来找我，有何贵干？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回林府。回去？父亲母亲已经习惯你做的饭菜了，我也习惯有你在我身边。你跟我回林府，我们继续以前的生活。至于我的脾气，我会收敛一些，至少在外人面前，我不会跟你吵架。我每个月再多给你些银两，这样你就不用出来奔波做教书先生了。习惯我做的饭菜，收敛你的脾气，再给我一些银两。林淑仪啊，林淑仪，在你心里面真把我陆恒当成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曲解我，
你跟我回林府过好日子不行吗？好日子？什么是好日子？我们林家作为大夏的顶级贵族，你作为其中一员，不就是好日子吗？如果说每日照顾你父母的衣食起居是你所谓的好日子，在你林府当一个合格的佣人是所谓的好日子，被你的朋友欺辱羞弄是你所谓的好日子的话，那么这种好日子我不需要。陆恒，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你还要我跪下来求你不成？我得寸进尺？林淑仪，你但凡有半点悔过之心，那就请你真心实意地跟我道歉。倘若你这次来找我只是趾高气扬地戏弄我的话，那么抱歉，我没空听你废话。我跟你道歉，陆恒，我今日能主动来找你，完全是看在你3年的付出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赐了。你现在这种蹬鼻子上脸的态度，简直让我恶心。别以为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就能拿捏我，你太可笑了。我可笑？你当真以为自己是真命天女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一直是我在背后支持着你，否则以你的手段，凭什么在如履薄冰的商界中如鱼得水？又凭什么让那些权贵们舔着脸追着喂你饭吃？我们两个到底谁狂妄自大？你在背后帮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给我滚开！我现在无话可说，倘若你再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的话，我不介意让林家在大夏覆灭。哼，你让林家在大夏灭亡，我看你真的是失心疯了。这3年你在我林家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干什么了？你今日说的话简直愚不可及。我愚不可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教训教训你。教育我？我倒要看看你今日如何教训我。淑仪，不是说好的要跟陆恒心平气和的谈谈吗？怎么就吵起来了？雪柔，抱歉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不想让我错过一个如意郎君。可今日我才看到他虚伪的面目，简直是个两面三刀的贱货。贱货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陆恒他真的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值得托付终身？这3年他在我林家白吃白喝，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淑仪，不能这么说陆恒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雪柔，你是我的好友，为何处处帮他说话？淑仪，陆恒他帮助过我。哼，他个废物还会帮助别人？雪柔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雪柔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淑仪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是我的夫子，这有悖伦理。我是真的为你好，他是个正人君子，并非你们说的不堪啊。行，正人君子是吧？那我就把这个正人君子让给你。从今日起，你我恩断义绝，祝你们2个早成眷侣，永结同心。淑仪，淑仪，陆恒，淑仪她只是嘴硬心软。你不必每次都替她说话。一个女子以为靠着自己的实力支撑起整个家族，再加上周围人对她的吹捧，这样自然会让她感到自负，自负到她无法认清现实，骄傲自大，自命不凡。但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纵容她，娇惯她。现在的她蛮横无理，狂妄自大，简直就像一个长不大的稚童。希望我现在出手还不算太晚。陆恒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教训他，让他记住。教训？陆恒，看什么呢？父亲，还不上车？父
父亲，国子监祭酒在大夏排名第几啊？祭酒啊，可算是个大人物啊，不少达官显贵可都是他的门生，他的家庭背景可是十分强大呀。除去官职品级来给他排号，他至少是个翘楚。对，人中翘楚，不容置疑。人中翘楚。此事还是挺感谢你的。那能让他点头哈腰的人物，能排名几号人物呢？什么？能让祭酒点头哈腰的人？祭酒不单是人中翘楚，而且辈分极高。他年少时也在边疆带过兵、打过仗，能让当今圣上亲自接见，能让他毕恭毕敬的人，为父着实想象不出。若非要我说，那此人一定是一骑绝尘的人物。按照祭酒深厚的背景而言，他根本不需要向任何人点头哈腰。真有这么厉害吗？你今天为何对这些阶级层次的问题这么感兴趣呢？女儿想多学点东西嘛。好，既然你想学习，那等回到府上，我好好的给你讲解讲解。等你学成归来，也好可以放心把家庭的重担交给你。你得跟你那个好友林府千金林淑仪好好学习学习。知道了。原来陆航真的有隐藏身份，而且还不一般。淑仪真的是太糊涂了，我要好好劝解他。顾公子，尝尝老夫珍藏多年的茶，这可是当今圣上赐下的皇家御用茶呀。淑仪，你看看谁来了？顾公子，你怎么来林府了？淑仪，我伯父将城东的事务交给我，我这次来林府就是想和你协商一下城东的开展要务。城东事务的开展，我会按照我的规划进行，不用顾公子私下来与我协商。淑仪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城东的事务如此繁忙，事情明细有顾公子在，你好有个人商量嘛。你今日与顾公子好好沟通沟通，日后交流起来，岂不是更加的得心应手？我不需要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啊，顾公子，淑仪她刚刚和离，心情不好也是正常，您别见怪啊。城东事务我会按照正常进度向顾府禀报，顾公子请回府吧。淑仪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不要对我如此冷淡好吗？我会上京就是为了你，你都与他和离了，难道就不愿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是啊，淑仪，城东的事务多亏了顾公子暗自在帮林府说话，文契才能签订的如此顺利，你不能这样对他。就这个态度，怎么了？你对我做的污秽之事也就罢了，但请你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林淑仪，你是要卸磨杀驴吗？你可不要忘了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林府能这么顺利拿起有文书吗？你是说城东事务是因为你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可找探子查过，你猜探子是如何回复的？城东事务一早就定了我林家，与你无关。我说的可有错？淑仪，此话当真？真的定了林家？为何？顾府看中我们林家什么了呀？当然是看中了我的潜力了。反正此事与顾城毫无干系，是我请你走，还是让下人赶你走？算你狠，林淑仪，再怎么说我也是顾氏子弟，你就不怕得罪于我吗？我没想得罪你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请便吧。好你个林淑仪，记下了。顾公子，顾公子！哎呀！哎，陆航，你在顾府做什么？我来顾府做客。你来顾府做客，你也配？你莫不是从哪个狗洞钻进来的吧？你为何对我有如此大的敌意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让我产生敌意的。现在的年轻人戾气都这么重吗？陆航，你不要给我装什么老成，上次要不是因为你，林淑仪早被我拿下手了。
你竟敢打我！上次我没有教育你，这次我好好教教你。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把他手给我打断，然后扔出顾府。我劝你们三思，动我的后果，你们承受不起。我不能承受，你不过是一个林家赶出来的狗罢了，竟然敢对我出言不逊，愣着干嘛？打！哎，回来！怪不得那么狂妄，原来是能打呀！我告诉你啊，能打只是莽夫行为。我顾家要收拾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大话我已经听够了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能奈我何？告诉你啊，今天我们顾家要来位贵人，这位贵人一句话能让整个大夏都覆灭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赶快滚，还来得及，要不然等会我定让你尸骨无存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们顾家等的就是我，如何呢？你，陆豪，你要笑死谁呀？那种人物怎么可能会是你这种赘婿废物？哼，你莫不是脑子糊涂了，竟说这种混话？吾已到临，还不速速迎接？你在跟谁说话呢？啊，你比城北的戏子演得还好啊！是不是演戏？待会你便知道。伯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拜见师祖！拜见师祖！何必行如此大礼？快速速起来！是，师祖。伯父，你莫不是老眼昏花看错人了？他就是个没用的赘婿废物，怎么可能是师祖呢？狂徒小儿，休得胡言乱语！你可知师祖为何入赘林家3年？那是因为林霸周乃是师祖在大夏的几个徒弟之一。当年林霸周苦苦哀求师祖，师祖才守护林家3年，不然他林家如何能如此如日中天？可是他如此年轻，怎么可能是师祖？大胆！师祖已保持容貌1000年，他仙术在手，长生驻颜。100年前，师祖大夏游历，4家8姓，所有家族都是师祖的门徒。伯父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废话！还不快给师祖行礼！拜见师祖。好，师祖，请。今日拜访，除了叙旧，还有2件事要说。师祖，请吩咐。一，不日我将离开大夏。您是要去游历了吗？是的。或许再过数十载，我还会回来。师祖，您放心，无论您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顾家世代以您为尊。第2件事，与林家有关。林家挺好，您放心，就算您去游历，我们也会尽心照顾林家。不，霸周是我的徒弟，他打下的家产，他的儿子林天虹软弱无能，孙女淑仪能力尚可，可惜林淑仪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稚童，如果不经历磨难，林家恐怕要破败。可不是嘛，您这话说的正合我意。当年林霸周用那种手段让您在林府当了3年赘婿，可把我们都馋坏了。况且他的孙女林淑仪对您态度恶劣，这些我们都是知晓的，是时候让他林家知道您的苦衷了。所以从今日起，你和林家的契约以正常方式进行，不必给我面子。明白了，师祖。淑仪，快来用膳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。女儿每日如此操劳，为人父母犒劳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来，把这碗粥喝了，咱们淑仪今日一定容光焕发，诸事顺利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大早上的，急什么？怎么了？小姐，顾府传信说，我们林府没有资格与他们结盟，现在已经暂停了城东事务的动工，
他们要寻找新的结盟了。什么？小姐，是真的。您快去确认一下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现在铺子里所有的东家都等着我们的发话呀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，淑仪？顾家中断了城东事务的结盟，说我们林家不够资格。不够资格？那什么样的家族才算是够资格？就城东的事务来说，我们林家确实不够资格，但是当初签订契约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问题，为何现在突然提出来中断合作？那可有解决的办法呀？太难了，这简直是在吹毛求疵。整个大夏也没有哪个家族够资格呀。这顾府就是在故意刁难我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是顾城从中作梗？一定是顾城。淑仪，你之前一点情面都不留，现在好了，他来刁难我们了。以顾城的身份，他还没有资格左右顾家的决策。可事实就是如此啊！淑仪，你不久前才得罪他，他现在就故意来刁难我们。顾城是事务的协商者，不是他还能有谁呀？淑仪，你亲自去顾府向他道歉，去道个歉嘛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继续与顾府结盟啊！如果真是他从中作梗，你们觉得道歉有用吗？哎，会不会是顾城求而不得生气了呀？要不这样，明日我就去顾府找顾老爷子提亲，这样我们林家也可如虎添翼呀。父亲，你……嗨，好了好了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这事要是不成，林家可就损失惨重了。你跟着我有何事？师祖，家父让我跟在你左右服侍你。他们是想让你跟在我身边学习是吧？的确，还是瞒不过师祖您啊。我送你2个字，请师祖赐教。仁德。仁德？仁德是因为名声不堪，来规范贵族的专属道德规范。以前行仁便是知行天命，而今春秋后视为普通人作为行事准则的标准，实现人格完善，成为君子，通过仁的实践，达成内心道德的完善，是你们应该追求的人生哲理。师祖，弟子似懂非懂。你刚从边塞回来，还未谙世事，很多事情不明白也属于正常的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人生在世，未来行事皆要以仁德为本，就不会有任何障碍。以仁德为本，方可以行使天命。你还不算愚笨，只是话说千万遍，只能让你知晓仁德，这并不难。但想要行一生仁德，难如登天啊！弟子明白。哪怕是一件小事，想要从一至终也是非常难的，更何况是以人为本的事情呢？弟子定当努力。这便是我活了数千年，看过无数朝代的更迭，见证了无数人的出生和死亡的感觉。你要记住，人生在世，哪里都是修行，你还需自身努力。弟子谨记，感谢师祖教诲。哈哈哈哈！顾城，我们真是有缘呐！嘿呀，顾公子，这位是？这是你哪位长辈？介绍一下。他是……陆航。陆航？什么情况？你给陆恒作揖？
你是不是烧糊涂了呀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新的羞辱人的方式。毕竟顾公子刚从边塞回来，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边塞那边的礼仪。我们也是经常出去游玩，你见过有人用作揖礼来羞辱别人吗？确实没有。休得胡言乱语！我向他作揖，是因为我敬重他。你不要随便乱说。顾城给陆恒作揖，不会是我没睡醒糊涂了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叫欲使其灭亡，必先让其疯狂。先将陆恒高高捧起，然后再狠狠羞辱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对。不过顾公子，你也不用白费功夫，这陆恒是只没用的狗。你这样做只会自降身份。你竟然打我！顾城，你失心疯了，你竟然敢打他！休得侮辱！休得侮辱陆恒！就该打！我们侮辱他，你打我们，还是不是朋友？你别忘了，他可是霸占数夷3年的人，他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今天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们两家从此恩断义绝。你竟然为了陆恒这个废物迁怒于我二人，真是疯了！痛不痛？我已经好言相劝，谁要是对陆恒不敬，我就打谁；谁要是对陆恒不敬，我就打谁。你真是疯了，愚蠢至极，不可理喻！陆恒，你到底给了顾城灌了什么迷魂药？我没有被灌迷魂药，我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他。谁要是再说他，我就打谁。哼，要是让林小姐知道你对陆恒这么毕恭毕敬，你别想迎娶她。你家族知道你在外面这么低三下四，你家族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林淑仪不过是一个有眼无珠、狂妄自大之人，他这辈子做过最大的错事就是对陆恒不敬。而我们家族，我们整个顾家都以陆恒为首是瞻。谁要是跟陆恒不敬，就是与我顾家为敌。顾城，你怕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说的句句属实。这陆恒莫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？他的身份可不是你们能随意猜测的。刚才你们对陆恒不敬，暂且饶过你们，但是记住，只有一次。听他这话的意思，这个陆恒确实有什么隐藏身份，而且还是个大人物啊！那我们之前可把他给得罪惨了，怎么办呀？无所谓，都是因为林淑仪撺掇的，不知者无罪嘛。对，那我们还是先跟陆恒结个善缘吧。是，走。那个陆恒啊，之前是我们有所怠慢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对，都是因为林淑仪，我们才怠慢您的吧。以后我们不会再犯了，不会再犯了。你们不必这么拘束，之前的事情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又有什么罪过呢？您这么说呀，我们就安心了啊。顾公子，林家找你一叙。也不知这顾公子愿不愿意和我们洽谈啊？老爷、夫人、小姐，顾公子让你们亲自去上京书院找他们面谈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淑仪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快！急什么？等雪柔到了再说。雪柔，林伯父、伯母、淑仪，你们这么着急喊我过来，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雪柔，我城东事务出了点问题，你父亲是这方面的行家，能让他为我们说句好话吗？抱歉啊，淑仪，你的事我父亲解决不了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够解决。你不会是说顾城吧？我清楚地告诉你，此事和他毫无关系。当然不是了，那不然还能是谁？是陆恒。什么？陆恒？淑仪，
有件事我想告诉你，这3年来你的事业一直风调雨顺，但和陆恒和离之后就立马出现了问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陆恒有着远非常人的身份，一直在你的身后默默守护着你？我可笑，你当真以为自己是真命天女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一直是我在背后支持着你，否则以你的手段，凭什么在如履薄冰的商界中如鱼得水？又凭什么让那些权贵们舔着脸追着喂你饭吃？我们两个，到底谁狂妄自大？既然事已至此，那我索性就把话都挑明了吧。你之前做事确实嚣张跋扈，但如果你能够让陆恒看见你的成长，他一定会既往不咎的。雪柔，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雪柔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雪柔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淑仪她哪里嚣张跋扈了？再说了，这件事情和陆恒那个男人有什么关系？忠言逆耳，难道淑仪现在连一句实话都听不得了吗？虽说淑仪自幼养尊处优，有点小性子，也实属正常，但还没到那嚣张跋扈的地步。至于你说陆恒能够解决此事，这莫不是痴人说梦？就是啊，我知道这事难以置信，但我也只能言于至此。至于该怎么做，还得看你了，淑仪。哎呀，咱们快点走，别在这里废话了。等会儿顾城该等急了。走，快走！你慢点，等等我。你们要对他尊重一些，不要大喊大叫。敏敏、王公子，你们在此有何要事？淑仪，我们是为了你城东的事情专门来找顾城的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顾城，几日不见，越发英俊了。伯母不必如此客气。好吧，那城东的事务可还有回旋的余地？伯母，城东的事务如此庞大，定然不是我能决定的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说过多次，不是因为他的缘故。那可为什么会？是因为陆恒。什么？是陆恒？陆恒那个废物，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？伯母，顾公子都这么说了，你们怎么还是不相信啊？顾城啊，你可千万不要戏弄我们呢。是啊，我没有欺骗你们。之前伯父把城东的事务交给林淑仪，就是因为陆恒的缘故。顾城，你耍什么把戏？你和陆恒有过节，现在居然为了气我，主动吹捧他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我要顾家家主亲自当面告诉我事情真相。不知林小姐找我有何事啊？顾家主，您也来了。不知这城东事务的那些问题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顾老爷，既然今日你我两人相见，那我们两家就把事情说开吧。我们是平等关系，虽然我们是受雇佣的一方，但是也不能这样任人欺负。当初我将城东的事务托付给你们林家，那是因为陆恒在你们林府。现在陆恒已经与你和离，那我便不必再顾及你们的脸面。现在我们两家就公事公办，你们林家现在也没有资格，那个事务断然不能兴工。什么？真的是陆恒？
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淑仪啊，这陆恒平日里对你不错，总不能这么绝情的把他赶出家门吧？现如今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居然真的是因为他，那又如何？你在哪里，陆恒？我知道你在附近，你给我出来！师祖，师祖，退下。是。你果然在这里。我之前说要教训你一下，不知今日这个教训，你感受如何？陆恒，你居然为了让我忏悔，真是煞费苦心，想看到我低三下四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休想！我并不是想让你忏悔，也不想看你低三下四的样子，我是想让你认清一个现实。现实？什么现实？让你看清林家并非因为有你才崛起，让你看清在你身边3年被你辱骂唾弃的人并非酒囊饭袋。是啊，淑仪，陆恒说的有道理。你们毕竟同床共枕了3年，有事不如好好商量嘛。有什么误会，说开了就好了呀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毕竟是一家人。对，陆恒还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帮着你，要不你给他道个歉？这夫妻俩床头吵架床尾和嘛。是啊。陆恒，我不知道你为了今日花了多少心思，付出了多少代价。既然能让顾家出面为你说话，但是你不要觉得少了一个顾家，我城东的事我就做不下去了。哼，我林淑仪掌家3年，认识的皇权贵族数不胜数，怎会因为一个顾家事务就办不了了？所以你认为那些皇亲国戚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吗？哼，你的意思是说林家的一切都和你有关了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可惜你偏不信。我掌握上京最大的2个码头，经商遍布大夏，这些都是我的天赋得到的，与你何干？是吗？林家在上京2个码头的货运物资，即日起停止供应。你说停止供应就停止供应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半刻钟。什么半刻钟？你在说什么？小姐，刚刚得了通知，我们林家的2座码头都被暂停出海了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林家能够出海经商，难道也是因为陆恒？我的天哪！陆恒身份当真不简单，幸亏咱俩当初没有招惹他。就是，淑仪之前对他也太差了，不然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。现在知道我所言非虚了吧？知道，相信。陆恒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你好歹也叫过我一声母亲，那林家码头可是林家最重要的产业，要是没了，林家可就完蛋了呀！完蛋？怎么会完蛋？我与夏金当铺已经签订终生条约，可以随时借到黄金1000两，相信以我的天赋，不出3年就能让林家称霸大夏商界。陆恒，我不信这也与你有关。赵主事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公子许久未见。你们居然认识？夏金当铺在商京
分铺的掌柜的对陆恒这么尊敬。那又怎么样？就是总主管来了，也得毕恭毕敬。林小姐，由于林家的商铺折本，家底薄弱，之前与我铺签订的终身合约，现在只能作废了。这是解约文书，请您收下。陆公子，若有空，一定要来我夏金当铺做客呀。再说吧。赵某告辞。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我努力得到的，这究竟是为何？究竟是为何？淑仪，你没事吧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淑仪，这陆恒他愿意见你，这一切肯定有回旋的余地。所以，林家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。所以，你知道我现在所言非虚了吧？原来是你，一直默默在背后帮助我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。其实吧，我觉得陆恒就算没有身份，但在林家当赘婿的时候，也一直很用心的照顾我们。我们不应该对他那么苛刻呀。可笑，真是可笑！我一直以为这一切是我努力得来的，没想到都是你给我的。我就像个戏子般供人玩笑。这些年，你一定很委屈吧？我不过尽一个夫君应尽的角色扮演罢了。对不起，这些年让你承受了太多，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可笑。其实，我从和你和离以后，我就后悔了。我每日寻找你的踪迹，可我找不见你。没有你的每一天，我都过得浑浑噩噩，如行尸走肉一般。直到再见到你，我的自尊心让我无法向你低头，所以不欢而散。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你不会相信。都是真的。自从你们和离之后，淑仪她整日的郁郁寡欢。是，我可以作证。我信。你为何会信？你不怕我信口胡诌吗？因为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你的歉意，所以你的道歉我接受，而且我可以让你继续和那些商家联盟，林家也可以继续存在。陆航，我不需要你给我的帮助，我不接受。淑仪，你胡说什么？陆恒都已经原谅你了。不破不立。陆航，这3年我从未真正关心过你，你又何尝是真的爱我呢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回答我。哼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。
给我3年时间，我会用自己的努力把林家壮大，不靠任何人的帮助。希望那时你可以真的认可我。我很期待。感觉淑仪成长了不少。师祖，接下来你作何打算？外出游历，3年后我会回来看看。雪柔，你是不是心仪陆恒啊？你别乱说。哎呀，你这眼神都跟陆恒走远了，还不承认啊？就是，像陆恒这么优秀的人，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我要不是跟王东已经成婚了，我早就追求他了。去吧，沈小姐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去吧。陆恒，你外出游历能不能带上我？听说淑仪已经成为大夏第1女商人了，你真的不过去祝贺一下她吗？不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啊，小姐，你看。陆恒，你是在为我感到高兴吗？